大家好，我係彭順強博士，我都係彭博靈修嘅創辦人，亦都係咧彭博靈修呢個嘅 YouTube channel 嘅創辦人。彭博靈修咧係旨在咧嚟推廣基督教嘅靈修學，尤其咧係靈修傳統同埋咧係屬靈導引。咁啊，小弟咧係就讀 UB Jane College，當時咧係教我靈修學嘅係 J. Packer 啦、Eugene Peterson 啦，同埋咧係 James Houston。咁啊，經科嚟講咧就係 Gordon Fee 啦，同埋咧係 Bruce Waltke。現在咧係我咧就會打算咧係每一個星期咧都起碼咧 upload 一條嘅關於靈修學嘅片咧到呢一個嘅網站嘅。咁啊，如果大家咧想準時收到咧，請大家咧係 subscribe 啦，咁同埋幫手 share 啦，同埋咧係點讚啦，同埋咧係撳埋個鐘仔，咁你就即係每個星期咧都會收到啦。咁我講個內容咧，基本上咧係我曾經講學裏邊嘅內容咧。咁啊，當時當然都係付費嘅教學啦。咁如果大家要即係得到呢啲嘅廣告啊，或者係原本個錄影啊同埋錄音咧，咁可以喺呢一個嘅條片下邊嗰個嘅連結裏邊咧，你就可以訂購咧。係呢啲嘅課程嘅，咁啊總共有差唔多成40個課程，大家可以訂購嘅。咁啊，逢星期四啦，同埋星期六晚咧，我都喺香港嘅夜晚黑8點鐘嘅時候咧，係會作呢個嘅直播教學嘅。好，今日同大家講嘅題目咧，就係關乎到咧係如何明白神嘅旨意啊，如何明白神嘅旨意。咁我哋睇睇咧今日嘅講稿先吓。咁啊，一本書叫做咧係Finding the Will of God: A Pagan Notion 啊。究竟所謂明白神嘅旨意係咪一個外邦人嘅諗法咧？係一個異教徒嘅諗法咧？定係其實基督徒咧的確係可以咁樣諗咧？咁樣樣呢本書咧其實係有中譯版嘅。咁啊，中譯版咧就叫做咧係尋求神旨意，豈有此理。咁但係我今日嘅廣告咧就係由原本嘅英文版嘅而嚟嘅。咁啊，所以我咧就原本講學嘅時候咧，我就用英文嘅內容啦。咁啊，後來咧我依家咧就重新再錄過嘅時候咧，個廣告咧已經係中文嘅啦。咁啊，個內容咧啲中文咧就係我自己做，即係將原本英文版咧就做一個嘅 summary 咧，咁就唔係用中文版嗰本書嘅。好，我哋就講講咧係如何明白神嘅旨意，彷彿係一個咧我哋信主嘅時候咧係已經曉得，或者有人話俾我哋聽一個嘅內容。咁但係實質上，如果從一個聖經嘅 point of view，即係聖經嘅觀點嚟睇，究竟咩叫做明白神嘅旨意咧？咁樣樣。簡單介紹下 Bruce Waltke 先。Bruce Waltke 咧就係 Regent College 嘅 professor 嚟嘅。咁啊，當年咧佢就係教呢一個嘅舊約為主啦。咁啊，佢係舊約嘅專家，亦都係咧希伯來文嘅專家。咁啊，有雙博士學位，咁有新約博士學位，亦都有咧係一個舊約嘅博士學位嚇。佢舊約博士學位都係哈佛大學嘅博士學位嚟嘅。咁啊，佢亦都係寫呢一個嘅希伯來文嘅原文字典嘅。咁亦都有翻譯做中文，咁亦都有釋經書啦，唔同嘅舊約嘅釋經書，包括咧呢一個嘅創世記啦，同埋詩篇等等嚇。咁啊，裏邊咧佢嘗試用一個純粹聖經嘅立場嚟講，究竟乜嘢叫做明白神嘅旨意咧？咁樣樣，佢裏邊嗰個內容咧係咁樣樣嘅。咁佢咧就話咧，上帝咧俾人嘅指引嘅計劃咧，基本上咧係有個嘅元素嘅，6個嘅主要元素。咁啊，呢度咧係都係按次序嘅，咁即係話咧，按 priority 嘅。即係如果能夠越上邊咧，能夠已經知道神嘅旨意咧，咁下邊嗰啲咧，其實你唔使睇得噶啦。但係你一路揾唔到神嘅旨意咧，就一路咧係嗰個 priority 咧，先後嗰個嘅次序咧，又可以向下褪啦。好，咁啊，首先佢第一個 criteria 咧，去明白神嘅旨意咧，就係講緊咧係佢話要睇你本聖經嚇，read your Bible 嚇。
咁第二咧就話咧develop a heart for God 嚇，佢咧培養一個咧能夠咧係體貼神嘅心啊，呢個係比較特別嘅呢個 point。咁我成本書裏邊咧，我就覺得呢個 point 咧，的確咧係即係我覺得係最有 insight 嘅。咁第三咧，佢講咧係個 wise counsel。佢講個 wise counsel 即係話咧一個明智嘅顧問。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問你嘅一啲屬靈嘅長者啦。咁第四咧，佢話咧尋求咧神嘅旨咧，或者所謂叫天意啦嚇，look for God's providence。咁第五咧係一個問下究竟合唔合理咧？Does this make sense 嚇？即係咪 make sense 嘅咧咁樣？咁第六咧就係咧嗰個 divine intervention，咁神嗰個介入。咁但係你記住咧，神嘅介入咧係擺最尾嘅，即係嗰個咧 hopefully 咧你係唔需要用到嘅。最主要咧佢好相信咧，其實聖經咧係最重要，亦都係咧佢相信啦嚇。其實好多時我哋所謂尋求神嘅旨意咧，其實聖經已經係好清楚講出嚟啦。好，以下咧我就嘗試咧係逐點咧係講下佢裏邊嗰個嘅內容啦。其實 Bruce Waltke 都係好能夠代表到一種咧係基督教嗰個嘅明白神嘅旨意嘅立場嘅。咁我下一條片咧再 upload 嘅時候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係依立着佢點樣咧去講明白神嘅旨意。咁Ignatius Loyola 咧喺整個嘅靈修學嘅傳統裏邊咧，歷史裏邊咧係即係最有即係分量咧，係講 discernment，即係明白神嘅旨意。喺整個嘅2000年靈修裏邊咧，佢嗰個嘅 model 咧係最出名嘅。咁佢亦都係代表咗係天主教嘅明白神嘅旨意。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咧，其實咧 Bruce Waltke 代表到嘅呢一種係即係福音派或者係更正教嘅立場。係如何明白神嘅旨意咧？其實咧就可以同依立着佢嗰個模式咧。咁當然啦，佢嗰個模式咧就係源自於神操裏邊嗰個內容講 discernment。其實兩個模式亦都可以結合嘅，我相信就係 compatible 嘅，就唔係即係唔係排他性嘅嚇。好，咁先講咧 Bruce Waltke 所講嘅第一個 point，最重要咧就係即係 read your Bible。咁讀聖經啦咁。喺聖經當中咧，神咧就為我哋咧提供咗明確嘅指導嘅，讓我哋嘅生活咧能夠咧可以取悅到佢啦。而我哋咧係必須要用咧係遵從上帝嘅指引嘅計劃呢個概念咧嚟取代咧係尋求上帝嘅旨意呢一個嘅概念。佢嘅根據咧就係提摩太後書3章14至到17節。同埋咧，係詩篇119篇1至到咧係11節。咁當然啦，提摩太後書即係3章16節咧，我哋就一定好認識啦。即係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係咪？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而都是有益的。我當然會好熟啦，唔需要再多提啦。詩篇119篇咧1至到11節咧，其實裏邊咧就講到咧係作者咧係喜悅神嘅。話語之後咧，作者咧係好喜歡神嘅說話，呢個就成為咗佢去明白神嘅旨意嘅帶領啦。咁當然啦，你話聖經裏邊有咁，但係你都要學習咧點去解釋聖經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咁否則你解咗個經文咧，可能你解錯咗，咁所以就算俾你本聖經俾你咧，你都未必咧會知得到。咁首先咧，佢咧就話咧，神嘅渴望。佢嘅意念同埋喜悅喺聖經當中咧係好清楚嘅。咁對於Bruce Waltke 嚟講咧，神嘅旨意係非常之清楚。佢相信絕大部分我要問神嘅旨意咧，基本上聖經已經講咗俾我哋聽，只不過我哋唔睇嘅啫，或者我哋解錯經。佢一啲咧有關於上帝旨意嘅經文同例子咧，亦都可以清楚可以以下嘅經文見到嘅。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3節啦。以弗所書5章15至18節啦，哥羅西書4章12節啦，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18節啦，同埋咧係提摩哥林多前書都係2章13至到咧係15節嘅。咁與神咧係越嚟越親近嘅時候咧，好讓咧你能夠咧活出神嘅旨意。當我哋同神關係好嘅時候咧，我就能夠咧活出神嘅旨意，或者話咧係能夠咧係我哋生活咧能夠取悅到神。佢
佢話呢一個嘅觀念咧喺新約咧其實係好一致嘅。譬如話咧，以弗所書嘅6章6節啦，希伯來書嘅10章36節啦，同埋咧希伯來書嘅13章20至21節啦，同埋咧約翰一書嘅2章17節。咁閱讀聖經啦，亦都咧係一邊咧係祈禱，即係一邊睇聖經一邊祈禱都係好重要嘅。用一個祈禱嘅心嚟讀經。保羅咧就為到哥羅西嘅信徒咧去祈禱啦，記載哥羅西書嘅1章9至11節。沒有聖靈嘅幫助咧，我哋咧就無法咧能夠完全係理解到神嘅說話嘅。為咗要接受主嘅話語嘅全部嘅祝福啦，並且理解咧佢全部嘅旨意，人係必須要透過神嘅靈咧，先能夠咧係學習到聖經嘅。喺你開始閱讀聖經之前咧，首先咧要祈求主咧係透過佢個說話咧係同你說話，亦都祈求咧聖靈咧能夠光照你。擁有屬靈嘅理解力咧，其實咧一啲都唔神秘嘅。呢個意味着咧係有神嘅靈咧嚟教導我哋，而禱告咧永遠咧係唔能夠咧係與閱讀神嘅說話咧係分開嘅。咁另外佢咧就建議咧佢學習咧去背誦啊，同埋咧去默想聖經。譬如話咧係詩篇第1篇1至3節吓，為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考，這人便為有福吓。有啲嘅基督徒咧係想聽到神對佢哋嘅說話嘅聲音。咁 Walkie 咧就話咧，但我話俾你聽咧，其實咧神咧係已經喺嗰度噶啦，並且咧佢已經同我哋說話啦。佢舉嘅例子咧就係所羅門王啦，箴言嘅6章21至22節啦，耶穌所講嘅說話啦，馬太福音第4章，大家會記得咧就係耶穌受試探咧，佢都係用神嘅說話噶。神嘅說話咧係有力，亦都咧能夠擊敗撒旦啦。希伯來書嘅4章12至13節，同埋咧要記住咧適當嘅經文，咁樣的話咧，你就可以咧打敗呢個惡者啦。以弗所書第6章啊，默想你咧係思想佢當中嗰個嘅意義係啲乜啊？即係默想經文，即係話思想咧裏邊咧經文嗰個嘅意思啊。所以呢個默想咧係一種理解性喺度嘅。聖經清楚地咧就呼籲我哋要默想聖經。約書亞記1章8節咁樣講嘅，這律法書咧不可離開你嘅口，你要晝夜思想，這樣咧你就可以咧係謹慎遵行咧其中所記嘅一切，這樣你就必亨通同埋成功啦。詩篇第119篇第27節同埋咧第97節都係講相同嘅內容。我哋咧可以咧去做聖經嗰個嘅默想。咁默想係咩一回事呢？佢咧就話咧，只要從喺忙碌嘅生活當中咧抽啲時間出嚟，喺一個安靜嘅地方咧，係與神咧係坐埋一齊就可以啦。跟住咧就閉上你嘅眼睛，祈求主都係幫助你意識到咧係生活當中咧有啲乜嘢嘅罪啦，然後認罪，並且咧係祈求主咧係寬恕你，祈求主咧係保護你嘅思想啦，免受敵人嘅侵害，並且咧係請求神咧利用咧呢段時間咧，讓佢嘅思想咧亦都係充滿着你嘅思想。而基督徒大部分嘅時間咧，其實都係喺度說話嘅。我哋咧喺禱告當中咧係與神咧係交談。傳道人咧係跟我哋交談，我哋咧與其他嘅基督徒交談。但係咧，其實我哋好少時間咧學習去聆聽嘅。有時候咧，我哋嘅心咧喺我哋嘅內心裏邊咧係火熱嘅。我哋咧就毫不猶豫咧，上帝咧其實咧係淨係咧向我哋說話嘅。當你感到火熱嘅時候咧，其實往往都係咧上帝向你說話。
佢話我哋默想咧，其實咧係祈禱嘅一種嘅形式，或者話咧係祈禱嘅另一個嘅 dimension，一個另一個面嚟嘅。呢個咧係聆聽主說話嗰個嘅機會嚇。我哋咧係聽唔到咧任何嘅聲音，但係咧我哋發現咧主咧係能夠咧係用佢嘅思想咧係充滿着我哋嘅思想嘅。呢個咧唔係一種嘅靈感，而係一種嘅光照嚟嘅。有時候咧佢可能咧係會持續5分鐘，有時候咧亦都可能咧係持續一個嘅小時。但無論咧係邊種嘅形式都好啦，都係咧係我哋咧就停止說話，並且咧係聆聽咧神同我哋說話。啊Walkie 咧就講啦，佢咧就相信咧上帝所提供嘅光照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咧係有價值嘅，並且能夠深化咧我哋嗰個嘅屬靈嗰個嘅生命啦。而咧佢咧係神咧係會用呢個說話咧嚟幫助我哋咧係了解了解咧係佢要同我哋講嘅說話。詩篇第77篇第3至12節都能夠咧講明呢一個嘅道理。另外咧，佢提到咧神嘅說話咧就係我哋點咧？我哋要學習謙卑咧，去遵守聖經嘅說話，謙卑。咁重要咧就係咧，我哋咧唔唔唔單止咧要聽上帝嘅說話，而且咧我哋咧係要遵守上帝嘅說話。雅各書嘅第1章22節至到咧係25節，佢話智慧嘅人咧就閱讀聖經，默想佢啦，背誦佢啦，然後咧係將佢咧係實踐出嚟嘅。好啦，然後跟住我哋講到第二點重要啦。當我睇聖經嘅時候，即係 Bruce Walker 就認為咧，其實大部分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咧係要知嘅嘢，聖經講咗啦。好啦，咁假設咧，從聖經裏邊咧，我就睇唔到神嘅旨的話咧，咁又退而求其次啦。咁就係咩咧？佢就話咧，develop a heart for God。佢係培養一種咧能夠體貼上帝嘅心啊。認識神咧係一個嘅方法，就係咧透過我哋嘅內心咧對神嘅渴慕。聖靈咧係將我哋個渴慕咧擺喺我哋嘅心嘅裏邊所以咧我哋咧係確信咧我哋咧係神咧係所喜悅嘅。佢哋咧真正需要考慮嘅咧係佢哋內心嗰個嘅渴望，即係咧我哋尋求神嘅旨意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冇渴慕到神個旨意咧咁樣樣？佢話你睇下，如果你走近神嘅時候，佢就會塑造你嘅品格，並且咧會影響你嘅生活。咁的話咧，佢咧就會咧係塑造埋咧你個渴望啦。佢話當你咧係培養一個咧係敬拜上帝嘅心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咧你個渴望咧都會改變嘅，並且咧會變得咧係與上帝嘅心咧係更加一致添。羅馬書第1章第11節，哥林多前書第10章25節，羅馬書第14章第22節。保羅咧只係講過就係話咧，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所以我就這麼做了。好多時咧係我哋嘅內心咧係渴求能夠咧知道咧係神嗰個嘅旨意，嗰個渴求咧係好重要嘅。馬太福音第22章37至40節啦，而加爾文咧就講過愛上帝，做你想做嘅事愛上帝，做你想做嘅事所以愛神咧先至係最原本嗰個嘅原因，點解我哋咧可以知道神嘅旨意愛上帝，我哋能夠體貼神嘅時候咧，我就會知道神嘅旨意。佢話如果你願意咧花時間咧與神咧係一起去研讀佢嘅話語啦，如果你每日咧喺祈禱當中咧與神交談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快咧就會建立到咧係保羅所講嘅基督嘅心腸 ，the mind of Christ。跟住就問下咧，你個渴慕係咪同聖經一致咧？咁樣樣箴言第2篇第1至5節，佢話咧就講咧，王對他的兒子說：吓。佢話咧，你哋咧能夠親近神嘅時候咧，就咧係越似神噶啦。
佢話咧，喺愛上帝同埋愛身邊嘅人嘅框架之內咧，你可以自由地咧去追隨咧係內心嘅渴望。即係話咧，如果你個心都係好愛神又愛人嘅時候咧，咁你所心諗嘅嘢咧，往往咧其實都係神嘅旨意嚟嘅。咁啊，跟住咧佢話要問嘅就話咧，你渴望將你嘅身體獻上當活祭嗎？佢反而就係我哋嘅心有冇咧係全然咧係貼近主，或者咧將我哋嘅心咧完全咧都係奉獻俾神，呢、個先至係重要。關鍵嘅能夠咧明唔明白神嘅旨意。咁啊，保羅咧就喺羅馬書嘅第12章第1節啦，都提醒我哋啦，要將咧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係聖潔嘅，係神所喜悅嘅。咁啊，耶穌咧亦都總結咁樣講啦。然而咧唔好成就我嘅意思，只要成就你嘅意思。路加福音嘅第22章第42節，好明顯咧呢個意思就即係話咧，當耶穌係靠近神嘅心腸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會知道神嘅旨意係咩一回事啦，咁樣樣。所以問題咧就係問咧，你個渴慕咧與信心係咪一致咧？咁樣樣。保羅咧喺羅馬書第14章第23節咁樣講啦，凡不是出於信心的，都是罪。羅馬書嘅第14章第14節都係類似嘅說話啦。你哋渴望咧與你嘅信心一致嗎？即係我哋渴望啲乜嘢同我哋嘅信心咧係唔係即係能夠 match 到嘅咧？咁樣樣。佢話咧，如果係肯定的話，如果真係你個渴望同你信心係 match 的話咧，咁你就可以go ahead可以去做噶啦。否則咧，你就唔應該咁樣做。即係你個 desire 同埋你個 faith 如果唔 match 咧，你就冇得做。但係如果係 match 咧，咁你就可以即係 go ahead去做噶啦。佢話你嗰個嘅渴慕咧，與祈禱係咪一致咧？咁樣樣雅各書嘅第1章5節啦，同埋咧雅各書嘅第3章17節啦，以弗所書嘅第6章18節啦，咁就勸告係咁樣講嘅。勸告咧話不斷嘅去祈禱。呢個意味着咧，我哋咧係要不斷地咧係與主溝通，同佢咧係談論咧我哋生活當中咧遇到嘅各種嘅事情。咁啊，相似嘅說話咧就係羅馬書嘅第8章第6節啦。好，啱啱講完咧就係咧第二個 criteria 就係我哋嘅心咧係咪貼近神啊？如果你嘅心貼近神嘅時候咧，我哋個心咧所展現出嚟咧，嗰個就已經係神嘅旨意。咁所以你同神嘅關係咧，即係除咗聖經以外咧，其實係最關鍵性嘅。好啦，如果你咁都唔知道嘅時候咧，就退落去下一個啦，退而求其次啦，就係咧尋求明智嘅建議啊 ，wise counsel 啊。第三個明白神旨意嘅 criteria 咧，就係 wise counsel。簡單啲嚟講就係咧去尋求啲屬靈人嘅意見啦。佢話當上帝嘅子民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咧一種咧個協同嘅作用嘅。呢個就係咧點解咧希伯來書嘅作者就鼓勵我哋，佢話咧不要停止聚會，像咧有些人習慣的那麼。都係要咧係互相呢一個嘅勉勵咁啊。希伯來書10章第25節，而以弗所書嘅4章11至13節咧都係差唔多嘅內容啦。所羅門咧係對於尋求建議有好多嘅話咧要講嘅，就係咧所羅門嘅意見點樣明白神嘅旨咧，就係以下啦。咁喺箴言嘅1章5節啦，11章14節。12章15節、13章10節、15章22節、19章20節、20章18節同埋27章第9節。而你見到安提阿嘅長老咧，佢哋咧能夠感到咧，佢哋咧係被呼召，然後跟住咧就派人咧就出去咧係傳講基督嘅福音。咁呢個記載喺《使徒行傳》第13章第2至第3節。好啦，跟住你會問啊，咁我向邊個求助咧？你話 seek wise counsel 嘛？去 wise counsel 邊度嚟咧？咁樣樣，去向邊個求助咧？咁樣樣。咁Walkie 咧就講咧，譬如話咧，耶羅波安咧，佢就請教佢嘅長輩啦，同埋年輕人。好可惜啦，結果佢就聽咗年輕人，就冇聽到啲長輩嘅說話啦。神亦都會咧係用嗰啲咧親近佢嘅人咧嚟咧
同我哋分享咧佢哋即係神嗰個嘅智慧啊。聖經當中咧提到，幾乎咧每一位嘅國王咧都會依賴顧問喺佢哋困境嘅狀況之下咧嚟分享佢哋嘅智慧。譬如話咧，大衛啦同埋所羅門咧都有咁樣做嘅。而咧摩西咧亦都咧係與佢嘅岳父咧係交談咧，希望咧係得到從佢嚟嗰種嘅智慧。喺早期嘅教會當中咧，信徒亦都係向門徒咧去尋求建議嘅。即係平信徒會向呢嘅門徒尋求建議。保羅咧可以咧係向某啲人咧係尋求智慧嘅。譬如話咧，保羅都會向巴拿巴啦，同埋咧係教會嘅領袖咧係尋求智慧嘅。使徒行傳第21章第23節吓。神呢就係以色列嘅牧者啦、君王啦、先知啦、祭司啦同埋長老咧，都會被呼召咧去扮演咧神嗰個嘅代言人，扮演着咧一個牧人嗰個角色。而喺新約當中咧，耶穌就係嗰個好牧人啦。使徒彼得咧就稱自己同埋長老咧為基督之下嘅人。長老嘅角色咧，雖然咧喺屬靈上邊咧係成熟，並且咧需要咧喺屬靈上邊係成熟，並且咧係有穩定嘅基督徒嘅品格，以及咧係井然有序嘅個人啦同埋家庭嘅生活。你願意聆聽你教會嘅聲音嗎？即係你願唔願意聽呢啲屬靈人教裏邊嘅屬靈人嘅聲音咧？你肯唔肯聽佢哋講咧？咁樣樣咁跟住咧就話咧，咁其實我應該講啲乜嘢咧？咁樣樣，佢話神咧唔單止咧會利用你嘅處境咧嚟幫助你，亦都咧會提供咧其他人咧能夠咧係即係對你咧係施予幫助嘅機會。上帝咧喺更大嘅世界當中工作，唔單止咧喺你自己生活當中咧係工作咁簡單。使徒行傳嘅第15章咧，係基督徒咧係尋求勸告咧一個好好嘅例子。神嘅呼召係咩一回事咧？咁樣樣，咁咧就 Walkie 話佢咧就會咁樣去定義嘅。咁佢話就係咧，呼召咧就係聖靈咧係透過神嘅話語，給予內在嘅渴望，並且咧係得到咧基督徒群體嗰個嘅確認。佢話呢個咧就係叫做神嗰個嘅呼召啦。咁呢個所以呢度咧見到佢咧好強調一個基督徒群體嘅嗰個嘅意見嘅嘅確認嘅。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聖經唔清楚，又唔算係好有體貼到神嘅心，又都唔清楚，Wise Counsel 咧，即係啲教會嘅屬靈人咧，又好似都仲未清楚嘅時候咧，好，咁咧就第四個 criteria 啦，第四個 criteria，第四個條件咧去明白神嘅旨意，佢就講緊咧係尋求神嘅旨意，啲天意啊，look for God's providence。Walkie 咧就講啦，佢話其實生命當中咧有一個嘅因素咧係我哋無法控制嘅，咁通常咧我哋會天之為咧係天意啊，God's providence。呢個就係即係話咧係神嘅旨意啦。路德記第2章第3節佢就咁樣寫嘅。路德咧係剛巧在波亞斯嘅田那裏嘅時候咧就跟住咧神嘅旨意就臨到佢啦。咁基督徒嘅身上面咧發生嘅任何嘅事情咧，其實都唔會係偶然嘅。神咧唔會有意外嘅事情嘅，事情咧都係有設計嘅。咁所以你見到 Bruce Walkie 都好強調咧，其實每件事發生咧都唔係偶然。神咧係有一個 design，有一個嘅安排嘅。冥冥中唔係冥中，即係上帝就有個安排嘅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保羅咧就對羅馬嘅教會咁樣講啦，佢話弟兄們啊。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我曾咧係多次計劃咧到你們咧係那裏，但咧係直到如今咧卻係未成行。羅馬書1章13節。跟住咧佢講咧就話咧，我哋咧唔能夠咧係操縱咧上帝按照我哋咧想要嘅方式嚟做事。雅各書第4章13至到17節，佢有好多例子話俾我聽咧，
保羅咧見證着咧神旨意咧喺佢生命當中嗰個嘅作用係點樣樣嘅。咁啊，羅馬使徒行傳啦18章21節，羅馬書1章10節，使徒行傳16章7節，哥林多後書第15章第23節。上帝咧只係監督我哋嗰個嘅環境啦，有時候咧係我哋咧係必須要按着咧時間咧或者所謂嘅機會咧嚟作出一個嘅回應。佢話上帝咧會為我哋工作嘅。佢話咧父親咧嘅身份咧並非係即係新約獨有嘅，神咧就稱以色列咧為佢嘅長子，出埃及記第4章第22節。耶穌亦都充分咧表達咗咧身為神嘅兒子嘅意義係啲乜嘢咧？咁樣樣呢個講到咧係從現在起上帝嘅子民咧將以舊約中未知嘅方式咧嚟稱呼神咧係為阿爸父。耶穌嘅使命咧就係讓人們咧係更加充分地咧係認識咧神其實就係天父啦。約翰福音第17章5至6節。咁相同嘅內容嘅經文咧就係馬太福音第10章29節，詩篇第139篇啦，同埋咧耶穌受試探嘅第馬太福音4章11節。客西馬尼園嘅故事啦，路加福音第22章43節，同埋咧講到咧神咧係計劃咗你嘅生命，並且咧係創造你嘅。以弗所書嘅第1章，同埋咧哥林多前書第1章啦26至到29節。我哋並唔能夠咧係常咧係知道咩嘅事情咧點解會發生即係點解事情咁發生咧咁樣樣。我哋好多時咧都係的確係會唔知嘅。咁我哋咧並唔係咧生活咧係一個完美嘅世界。事實上邊咧，我哋咧唔能夠咧係常明白到咧神嘅旨意咧，其實係點樣樣嘅。呢個就係點解咧聖經話俾我哋聽義人咧必因信得生。當壞事發生嘅時候，係需要信心咧嚟相信神嘅。雅各嘅兒子約瑟，佢一定想知道佢究竟做咗啲乜嘢，令到佢咧係受到咧咁唔公平嘅對待。咁當然大家知道，即係佢係被佢嘅兄弟咧係賣咗去埃及啦咁樣樣。咁首先佢已經咧係成為咗奴隸啦，然後咧佢又俾一個主人咧去買咗，而咧主人嘅妻子咧卻係咧一個咧係一個想像力咧係過於活躍嘅一個嘅女人。然後咧約瑟咧就被佢咧係主人咧係監禁咗佢嚇。咁但係呢個監禁嘅時候咧，佢咧就嘅時候咧，佢又遇到另一個人。咁但係呢遇到另一個人咧，啲人咧後來咧又幫佢解完夢之後，佢又忘記咗佢，唔記得咗約瑟。約瑟一定咧係對於神嘅旨咧感到咧好驚奇，但係最終咧主咧為佢個好處咧就係咧喺佢嘅處境當中咧係工作。神一個奇妙工作，結果佢最終大家知道啦，佢就做咗宰相啦。成個嘅 arrangement 咧都係好神奇嘅，但係當中佢有好多係都唔明白嘅地方。到最後尾咧，佢就會終極嚟講咧，佢就好明白神嘅旨意。好多時咧，我都未必會明白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另外咧，Walkie 咧就話咧，唔好將環境咧睇得咧比神嘅說話咧係更加高。雖然佢講到咧，佢環境好多時都係一個因素，但係環境嘅因素咧唔可以高過神嘅說話嘅。佢話咧，神賜俾我哋聖經啦，讓我哋咧係擁有佢嘅真理，並且咧係靠着聖經嘅光咧嚟生活。唔好將環境咧放喺神嘅話語之上，即係環境唔可以高過神嘅說話。撒母耳記上第24章，大衛咧就割下咗掃羅個長袍一角。點解佢唔殺佢咧？因為你話個環境可以佢可以用呢個環境就追殺佢個掃羅。咁但係掃羅咧，大衛好意識到咧，掃羅咧係主嘅受膏者，所以唔可以殺佢。即係神嘅說話啦，大衛咧就斥責佢嘅部下，唔准佢哋咧嚟攻擊掃羅，因為咧大衛知道神咧
掃羅咧係大衛嘅受膏者，所以所謂叫有客觀因素可以殺掃羅咧，佢都唔會選擇殺佢嘅，甚至佢吩咐嘅部下都唔可以咁樣做。所以神嘅說話咧係高過嘅環境嘅。好啦，咁啊第五個嘅條件，你話如果即係即係嗰個 divine providence 或者叫天意咧，都唔知道喎。好啦，咁啊去到咧就第五個嘅 criteria 啦，就係第五個條件，點知道明白神嘅旨意咧？咁第五個咧就係問下，喂，究竟合唔合理咧？咁樣樣，Does this make sense？喂，究竟係咪合理嘅咧？呢個所謂神嘅旨意，佢話神咧好多時咧只係咧讓我哋咧運用下我哋嘅頭腦咧嚟引導我哋，合理嘅選擇往往咧都係神咧要我哋做嘅一個嘅選擇嚟嘅。無數嘅例子當中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原因，點解嗰個咧係神嘅旨意？佢就係 make sense，所以嗰個就成為咗神嘅旨意啦。咁樣樣例子就好多啦。咁啊，以斯拉記7章18節啦，約書亞記9章25節啦，撒母耳記上1章23節，撒母耳記下18章4節，歷代志上13章2節，歷代志下30章23節，使徒行傳第15章22節，另外咧都係使徒行傳第20章第16節。呢度咧係講緊正確嘅判斷咧，係成為咗過程咧係最後嘅一個嘅部分。神嘅話咧係肯定嘅，人類嘅理性咧並沒有咧係好似神說話咧咁肯定嘅。基督徒咧如果唔依靠聖經咧，就無法咧係作出正確嘅判斷噶啦。神嘅帶領咧，往往咧係與沒有信心嘅所謂合理嘅判斷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相衝突嘅。故此咧，我哋嘅心咧必須要咧係以信心嚟相信神嘅旨意。當上帝吩咐亞伯拉罕獻以撒為祭品嘅時候，呢個命令咧係咪完全合理呢？其實根本就完全唔合理嘅。以撒咧係一位嘅老人嘅獨生子，即係以撒亞伯拉罕嘅獨生子。當時咧亞伯拉罕已經好老啦，神咧應許佢咧喺佢身上邊咧要建立一個嘅大國。但係如果以撒死咗的話，即係如果亞伯拉罕真係獻以撒殺咗以撒嘅時候咧，呢個應許根本就冇辦法實現。亞伯拉罕一定咧會考慮到咧上帝嘅命令咧，好似咧唔係好合邏輯啊！即係叫佢殺佢兒子，咁佢點樣樣可以成為大國咧？如果佢根本就冇後代，神嘅命令咧，好似咧完全咧係即係唔合理咁樣樣。但係咧呢個咧直接咧臨到亞伯拉罕嘅身上邊咧，佢無論點樣樣咧，佢都遵守咗啦。並且咧因而得福，所以雖然亞伯拉罕覺得好似即係唔係好 make sense 啊，但係咧呢個 make 唔 make sense 咧？呢個理性咧唔可以高於上帝原本同佢講嘅說話，所以佢繼續選擇亞伯拉罕選擇寧願相信上帝。身為基督徒咧，其實咧不是咧係非理性嘅，喺信仰嘅背景底下咧，其實咧係非常嘅理性嘅。佢咧可以話咧，就可以根據你自己嘅判斷咧，係做出答案嘅時候咧，至少咧係需要咧考慮5件嘅事情啊。即係如果用理性嚟判斷神嘅旨意咧，有5件事情咧要考慮。第一咧就係根據聖經去做決定，根據聖經做決定。使徒行傳嘅第15章嘅耶路撒冷嘅會議上邊咧，雅各咧就宣布之前咧引用咗咧係呢一個嘅阿摩司書第9章啊，即係佢即係當時大家知道咧係呢一個嘅耶路撒冷嘅基督教第一個嘅會議啦嚇。咁雅各咧就佢有啲嘅嘢要宣布嘅，但係宣布之前咧佢先引用咗阿摩司書第9章。而使徒行傳第13章46至47節啦，同埋咧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6節咧，都大概咧都係咁嘅意思，就講緊咧係第一個咧係一定要根據聖經做一個決定。
好啊，第二個理性嘅條件咧就係咧要根據恩賜做出呢個決定。佢話按住你自己同埋你自己嘅能力作出咧一個嘅合理一個嘅判斷。佢話我哋可以睇睇咧早期嘅教會咧，如果決定由邊個嚟為呢個寡婦去即係侍候呢啲嘅飯菜嘅時候咧，使徒行傳第6章第2、3節咁樣講嘅。如果我哋若咧係只顧侍候飯菜，就忽略了神話語嘅職事，這是不對的。保羅咧亦都咧係對羅馬嘅信徒講，嗱，呢個都係見到好明顯係恩賜嘅問題啦。咁原本佢哋係即係唔係做呢樣嘢噶嘛，咁所以佢就唔會咧係即係負責飯菜嘅。咁結果後來當然啦就係執事去做啦。咁保羅亦都對羅馬嘅信徒講啦，佢話你們咧不要自視過高啊，總要咧係審慎判斷。每個人咧其實咧都需要考慮咧係上帝點樣樣咧俾我哋恩賜，以及咧係我哋應該咧點樣樣咧使用咧呢啲嘅恩賜嘅。保羅咧有傳福音嘅恩賜啦，所以佢咧就會旅行咧，並且咧向嗰啲咧係從未咧係接觸過耶穌基督嘅人咧去講呢啲嘅好消息。呢個咧其實咧係好合理嘅事情嚟嘅。好啦，第三，理性要符合嘅第三個條件咧，就係要根據自己嘅能力咧去做呢個嘅決定啦。基督徒咧必須知道咧佢哋咧係邊一個，佢哋嘅優點同埋缺點係啲乜嘢，並且咧佢哋必須要咧係充滿充足嘅必須要咧係滿足咧呢啲嘅限制，即係佢優點有缺點，咁根據呢啲優點缺點咧嚟做一個嘅決定嚇，因為知道自己嘅能力啊嘛，咩做到，咩做唔到。咁沃奇就話咧，佢咧好喜歡咧《使徒行傳》第11章第19節嘅教訓，門徒咧各人各盡所能幫助咧住喺猶太嘅弟兄呢個就按佢哋嘅能力啦。摩西亦都咧係具有咧令人難以置信嘅領導嘅能力，咁所以摩西用翻佢嘅領導能力咧去領導，呢個就係喺理性上其實都係好 make sense 嘅，就根據佢哋嘅能力啦。好啦，第四個明白神嘅旨咧，就根據自己嘅情況咧去做決定，根據自己嘅情況。使徒行傳第9章第23至到咧係25節咧，就講述咗咧係猶太人咧就計劃咧要殺害保羅呢件嘅故事啦。佢嘅追隨者咧夜間咧就將佢咧係帶走，並且咧係透過牆上嘅一個開咗一口。牆嗰度開個口咧，然後將佢咧用籃子咧就放低，即係話咧將佢咧掉出城外啊！咁佢哋根據當時嘅情況咧，做咗好明智嘅判斷，就話如果有人要攞保羅嘅命，呢個咧好 make sense 喺咁嘅處境底下咧，咁就要走咯。咁所以就幫保羅咧將佢調出城外逃走。呢個喺個境況底下、情況底下、呢個 situation 底下咧，一個最 make sense 嘅決定。另外就係保羅咧，係帶着提摩太咧，佢一起即係一齊去啦。但係提摩太嘅母親咧，其實係猶太人，父親係希臘人。保羅就擔心咧，猶太人咧唔會接受呢件事情，因為猶太人只可以接受猶太人，就唔可以接受希臘人。咁咧經文咧，使徒行傳第16章第3節就咁樣講啦。那地方嘅猶太人咧都知道他父親是希臘人，所以保羅咧就給他行了割禮。咁所以咧要為佢行割禮咧，猶太人咧先至會信服。所以呢個咧又係一種處境嘅原因，點解咧要為佢咧係即係行割禮啦？為提摩太。使徒行傳第1章第16章第9節咁樣講嘅，如果主允許的話咧，我希望能咧和你一起度過一些嘅時間，但係咧我要留喺以弗所直到五旬節，因為咧有效工作嘅大門咧已經咧係為我打開。所以保羅點樣做呢個決定啊？因為咧門已經打開咗啦，所以佢咪要即係做呢件嘅事工咯，所以佢就要
留喺即係當地，因為當地個門開咗嘛。咁所以你又係喺處境上係好 make sense 嘅。你會見到咧，保羅其實咧係好靈活嘅喺呢個例子嘅當中，佢知道咧佢自己咧要留喺以弗所嘅地方啊因為咧係喺以弗所嘅地方咧，呢個地方咧已經門打開咗，咁所以咧佢要等到咧係五旬節嘅時候咧先至離開呢個地方。所以你見到保羅係好 flexible 嘅，即係好靈活嘅，佢有能力咧係根據呢個情況咧係改變嗰個日程。呢個 agenda 係可以變嘅，按嗰個處境嘅原因係可以改變個 agenda 嘅，係 flexible 嘅。佢人咧係可以咧睇得出咧新約所做嘅決定咧，與舊約咧所使用嘅手段咧係有啲乜嘢唔同。保羅點樣樣先能夠逃離耶路撒冷呢？佢可以給提摩太行割禮嗎？唔係透過抽籤嚟期待上帝嘅奇蹟般嘅回應，而係根據情況做出合理嘅判斷嚟做出呢個嘅決定。所以 make sense 咧係好重要嘅。第五啦，佢係根據咧整體嘅戰略咧而作出呢個嘅決定，就係第五個理性嘅criteria 啦。保羅咧就話咧，保羅咧係對佢嘅人生咧係有一個嘅整體嘅策略嘅。保羅知道咧佢想做啲乜嘢，亦都知道咧佢咧係想去邊一度。保羅咧係有一個正在實施嘅一個嘅總體嘅戰略喺個內心裏邊，係要提高咧你嗰個判斷力。從神對你生命嘅整體嘅計劃咧嚟做決定，意思即係話咧，神對我每一個人生命咧，其實都有一個嘅計劃嘅。我哋從一個整體嘅宏觀嘅視野，一個 macro 嗰個嘅即係角度咧，整體角度咧去睇我哋個判斷，嗰步棋咧係應該點行。所以有一個叫宏觀整體，於是咧就有一個策略性嘅方式，點樣去行咧係下一步嘅意思嚇。所以啱啱講完咧，就喺理性裏邊咧都要 fulfill 咧5個 criteria 係需要去留意嘅。好啦，對最後尾日，你話前面嗰啲5樣嘢咧，全部都唔得，全部都唔知道神嘅旨意。OK，好，咁咧就會係第6個啦。嗱，記住呢個係最後嘅辦法，即係冇辦法中嘅辦法，就要咧祈求神嘅介入 divine intervention。divine intervention。咁啊。但係咧就杯蘇亞其實佢都講過啦，杯蘇亞其實我即係舊日嘅老師嚟嘅，佢咧就講過，其實咧好多時信徒咧成日都祈求咧，希望神有呢一個嘅即係divine intervention 啊，神嘅介入。但係佢話其實呢個應該係最後尾嘅 criteria，但好多時咧俾我哋當咗第一個 criteria。我好多時都好懶，希望神直接介入就好。佢話 no， 其實呢個應該係咁，你最後嘅感樂。全部前邊咧都揾唔到神嘅旨意，咁就第6個啦。好啦，咁第6個 criteria 係咩咧？佢話喺令人困惑嘅情況底下咧，上帝咧係唔會因為尋求佢嘅旨意咧而介入嘅。即係令人困惑嘅情況之下，上帝唔會因尋求佢嘅旨意咧而介入嘅。新約當中咧，並沒有上帝奇蹟般地咧。係走進任何人嘅生活嚟咧，係回應咧佢嘅旨意嘅尋求嘅例子，即係話咧，神唔會因為我哋尋求神嘅旨意的話咧，係用即係神蹟般咧，係直接咧係介入即係我哋嗰個生活嘅。其實佢基本上咧，佢話其實新約根本揾唔到。咁你話唔係喎，即係有啲例子啊。佢話其實所謂揾到例子咧，全部都係因為一個特殊嘅啟示要講出嚟。或者特時一個就係一個好特殊嘅去到新約咧一個嘅新嘅取向，所以嗰啲神蹟咧全部都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佢係新約咧，你基本上揾唔到任何一個所謂神咧係因為一個人咧要知佢知咧，佢就一個神蹟般去介入一個人嘅生命。佢話呢個咧通常咧都唔係咧主嘅工作嘅方式，即係神咧唔會個超然嘅方式介入你嘅，一般上帝都唔會咁樣做嘅。而且咧，佢似乎咧，從來咧都唔會因為特定嘅情況之下咧，去請求佢嘅
請求佢指導嘅人咧，而喺當中咧係介入佢嘅。佢話神嘅介入咧，通常咧係僅限於咧以下三個嘅角色之一。佢話所謂如果神要神蹟地介入咧，只有三個情況之下，神先至會咧用神蹟般嘅方式咧嚟介入我哋嘅生命，讓我哋咧明白神嘅旨意。第一個咧，佢要揭到一個偉大嘅真理，偉大真理，譬如話新約嘅到嚟啊，或者話咧要接納外邦人啊，啲好偉大嘅真理，佢就會用神蹟介入我哋嘅生命啦。第二咧就係將佢一個嘅孩子從無法忍受嘅處境當中咧去拯救出嚟。即係咧，如果神要救佢嘅兒女嘅時候咧，神就會用神蹟嘅方式啦。又或者第三，揭示咧點解基督徒嘅行為咧應該要違反上帝嘅指導嘅計劃要揭示咧點解基督徒嘅行為咧係應該要違反上帝嘅指導嘅計劃。譬如話咧，要求彼得去食嗰啲不潔嘅食物，咁呢個係好明顯係好違反對彼得嚟講，因為猶太唔可以即係有啲即係食啲不潔嘅食物。但係其實咧，神要同佢講，係因為你要接受外邦人，所以可能係好似係違反上帝嘅計劃。咁但係咧，上帝係有特別嘅原因，上帝有特別嘅原因。所以除咗呢三個原因以外咧，其實咧神係唔會喺一個嘅一般情況之下咧，係用神蹟咧係進入我哋嘅生命當中，讓我哋咧去明白神嘅旨意。好，咁啊逐點講啦。神咧就揭露一個偉大嘅真理，佢咧就會有一個超然嘅介入噶啦。聖經咧當中咧好少咧有主咧係直接進入信徒嘅生活當中嚟揭示一個咧係真理嘅情況嘅。基督咧喺掃羅前往大馬色嘅路上面咧，就與佢相遇，並且咧啟示自己係彌賽亞。嗱，呢個一個好特別嘅原因，因為佢一定要用呢個方式咧，神蹟方式嚟呼召掃羅，呢個冇其他嘅辦法嘅。當彼得咧喺呢個約帕Joppa 祈禱嘅時候咧，上帝咧就對佢講，解釋咧舊約對食物嘅限制咧係對基督徒嚟講咧，已經係冇效啦，即係 not applicable 噶啦，冇效用噶啦。咁所以又要用神蹟。神咧就賜俾保羅咧一個咧係天堂嘅異象咧嚟咧係鼓勵佢嚇。咁呢個應該係屬靈嘅三重天啦，佢去到三重天啊嘛，咁成為佢個鼓勵。神咧就俾約翰嘅末日嘅異象咧嚟鼓勵所有嘅信徒啦。呢個就係講到啟示錄啦，佢喺拔摩島好無奈，人生被放逐嘅時候，神就喺拔摩島即係啟示錄裏邊咧所見呢啲嘅異象咧，成為咗約翰嘅鼓勵，亦都成為咗當時咧係即係所有嘅信徒嘅鼓勵。佢咧喺所有嘅呢三個情況之下咧，主咧都係揭示關於佢自己一啲新嘅真理。但喺呢種三種嘅情況下咧，人們咧都沒有祈求上帝咧係以超自然嘅方式嚟啟示佢嘅旨意。意思就係話咧，頭先講呢三種情況即係講緊咧係呼召呢一個嘅掃羅啦，彼得見嘅異象要食呢啲所謂叫不潔嘅食物啦，或者話咧係啟示錄所講嘅約翰見到嘅異象啦。當事人啊，即係保羅啊、彼得、約翰咧，佢哋都從來都冇要求神咧俾佢一個超然嘅啟示嘅，只不過係神咧係因為當時一個好獨特嘅情況，有好獨特嘅真理咧要啟示，而呢個咧係有別於之前咧神一貫嗰個嘅旨意嘅時候咧，就先至有呢啲嘅即係叫 divine intervention 啊，即係神蹟嘅介入嘅啫。咁所以咧係第一個原因，點解神蹟要介入咧？係除非你揭露一個好偉大嘅真理，神先用神蹟咧介入一個人嘅生命，讓佢知道佢嘅旨意。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神點解會用神蹟地介入一個人嘅生命當中咧？就喺啲無法忍受嘅處境當中咧，要得救，即係要作出拯救。主咧要將佢嘅一個嘅孩子從一個危險嘅境地當中咧，去將佢拯救出嚟。使徒行傳嘅第12章當中咧，我咧就讀到咧
係彼得被呢一個嘅希律王啦逮捕啦，並且咧係還押接受公審。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神一定要救佢，因為咧佢就會冇命噶啦。保羅咧同埋西拉咧喺腓立比被捕嘅時候咧，亦都發生咗類似嘅情況啊。使徒行傳第16章，神咧一定用奇蹟咧去拯救保羅同埋西拉。保羅咧喺傳教嘅途中，亦都多次咧能夠咧幸免於難。記得嗰個沉船啦。保羅咧並不總是咧能夠咧係免於呢一個嘅懲罰。有時候你見到咧，保羅唔係每一次都免於刑罰嘅懲罰嘅，有時都一樣咧，佢都要受多苦啦。雅各約瑟嘅兄弟，亦都係被希律王咧係處死咗嘅。史提反呢，亦都係咧係被暴徒咧所殺害，所以佢都係冇免於呢一個嘅遭害嘅。咁所以喺啲特定嘅情況之下咧，神咧係會救一啲必須要救嘅人，但係就唔係每一次都會咁樣做啊。所以同性命有關嘅時候咧，神咧可能有機會咧會救一啲人，用一個叫 divine intervention，即係一個神嘅直接神蹟性嘅介入。好啦，咁啊，第三個原因咧，神點會神蹟性地去介入一個人嘅生命，讓佢知道佢嘅旨意咧？就話咧，要凌駕上帝嘅指導計劃之上啊，要凌駕上帝嘅指導計劃之上。佢話咧，當主咧想要揭露咧，點解基督徒嘅行為咧，應該要違背佢哋嗰個嘅指導嘅計劃嘅時候咧，佢就會介入啦。佢話上帝即係咧。原本嗰個神嘅心意係咁樣樣嘅，佢一路嘅認知，但係咧神咧有一個新嘅計劃，咁所以咧神咧就會介入，讓佢哋咧去明白，譬如特別講緊從舊約到新約一種嘅改變啦。佢話上帝咧亦都會咧係偶爾咧會介入，改變咧我哋嘅生活嘅軌跡嘅。咁有幾種情況之下咧，上帝咧就會介入去改變我哋生活嘅軌跡。第一咧，有時咧主會採取行動咧嚟改變咧我哋對聖經嘅睇法。當主咧係想要改變佢嘅子民嘅飲食嘅律法嘅時候咧，佢咧就俾咗彼得咧一個咧係佢想唔到嘅異象，因為咧以前咧係有啲嘅食物咧係屬於不潔嘅，咁但係神咧係要改變。彼得對於啲食物嘅律例一個嘅去到新有一個新嘅方式，咁於是咧佢就用神蹟顯示俾佢睇啦。呢個咧神咧喺行政上邊一個重大嘅改變，就係新約嘅到嚟。所以呢個咧就係講緊點解有個 divine intervention 咧，神嘅介入咧，就係當主要採取啲嘅行動嚟改變聖經當中啲嘅看法，即係話咧原本舊約唔係咁睇嘅，新約有新嘅觀點，所以就用神蹟啦。第二咧，點用神蹟咧？有時咧係主想咧係改變我哋對於咧係衷心渴慕嗰個嘅看法。保羅咧係衷心咧係希望咧係將福音咧係帶到羅馬帝國，稱為咧係比提利亞呢個地方。但係上帝咧係阻止佢嘅。神咧就俾佢一個異象。夜間咧，保羅咧見到一個嘅馬其頓嘅人咧站着。求佢講，請你咧係過到咧係馬其頓嚟幫助我哋啦。神咧就呼召我哋咧係傳福音俾佢哋。使徒行傳第16章第9至到第10節。嗱，呢度睇到咧，神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原因，原本佢嘅渴望唔係咁嘅，咁但係咧，神咧就改變咗保羅話，其實馬其頓咧。係有一個更加大嘅需要嘅，其實。所以呢度咧講到咧，其實咧雖然保羅咧有一個嘅 desire 渴求，希望咧能夠去到咧呢個嘅即係提利亞呢個地區，咁但係神咧有個嘅旨意咧就話馬其頓呢個呼聲就改變咗咧佢原本咧對神嗰個渴望，希望咧去到呢個比提利亞咧呢個地區，但係神咧有一種嘅轉變咗啦，所以呢種改變咧令到神咧係會用神蹟
用個異象咧係話俾保羅聽嘅。咁啊，第二咧就係咧上帝亦都咧係對摩西咧做咗同樣嘅事情，佢就藉着燃燒嘅荊棘嚟干預咧係摩西嘅生活。讓佢咧能夠重新係翻到去咧佢國家嘅領導嘅地位，即係做國家嘅領導啦，而唔係咧喺異國裏邊咧係做一個嘅即係放羊嘅人。所以佢原本嘅生活就喺曠野裏邊生活，咁有妻兒子女咁樣樣。咁但係神咧要俾一個嘅異象俾佢，就係燃燒嘅荊棘，但係咧就唔會燒着嘅，即係唔會燒毀嘅荊棘。咁都係一個好奇怪嘅事情。咁神咧就藉着呢一個嘅神蹟俾摩西睇，改變佢嘅生活，因為咧佢要佢帶領以色列人。所以點解咧？即係神咧就會行呢個嘅神蹟啦，為咗要改變佢一路過緊嘅生活，有一個更加大嘅屬靈嘅目的。第三咧，神點解會即係介入咧？要作出改變咧，就係主可能咧係介入改變咧，我哋對於明智建議同埋合理判斷嘅睇法，即係話咧，可能我哋對於某啲建議或者合理判斷，你覺得應該係咁嘅，神咧於是咧就會作出一啲嘅介入，令我哋改變原本嘅諗法。譬如話咧，以弗所嘅長老咧，確實咧唔希望保羅咧能夠咧去即係前往呢個耶路撒冷。但係咧，保羅咧受聖靈嘅感動翻去咧耶路撒冷，即係話咧，以弗所長老咧係唔希望保羅咧去翻去耶路撒冷，但係咧神咧就介入喺保羅身上，令佢咧因為受到聖靈嘅感動咧，佢就結果咧都要即係違背以弗所長老嘅講法諗法，就係結果咧都係翻耶路撒冷。所以神用一個 divine intervention 嚟咧改變一啲其他人嘅諗法，同或者一啲所謂叫合理判斷啦。又譬如話咧，腓力呢個例子都係嘅。咁聖靈咧就介入啦，咁讓腓力咧沿路咧即係前往呢一個嘅加沙嘅時候咧，佢咧就去叫佢咧就去加沙見呢一個埃提亞伯嘅太監。嗱，呢啲咧亦都係一個 divine intervention， 神嘅神蹟嘅介入，叫佢去咧去幫助呢個埃提阿嘅太監。另外咧就係咧聆聽神嘅引導啦，有關乎到神咧喺新約當中咧，從來都冇呼召我哋咧去尋求佢嘅旨意嘅，而係呼召我哋咧去尋求佢嘅國，並且咧係遵行佢嘅旨意。再講一次，Bruce Walker 就話咧，神喺新約當中咧，從來咧都冇呼召我哋咧去尋求佢嘅旨意，而係呼召我哋咧去尋求佢嘅國，並且咧係遵行佢嘅旨意。與其話咧去尋求神嘅旨意咧，不如話咧去跟從神嘅引導。神正係喺度咧，係呼召我哋親近佢，同埋咧係過聖潔嘅生活。神對我哋嘅旨意咧，係要我哋咧係成為聖潔。佢嘅旨意咧，並不神秘嘅，即係神嘅旨唔係好神秘估嘅，唔係嘅。神要我哋去過聖潔生活，一啲都唔神秘。對於嗰啲轉工結婚即係學業嘅之類嘅問題咧，要找到答案咧，就需要咧係與神咧係越嚟越親近。即係當你與神親近嘅時候咧，嗰啲嘅工作結婚求學等等問題咧，就應該會迎刃而解。只要你能夠體貼神嘅心意。所以 Walker 咧就講啦，我哋必須要學習咧嚟聆聽神啊，因為聖靈咧係透過咧，因為咧聖靈咧係透過佢嘅話語咧係對我哋說話嘅。喺信心嘅範疇以內咧，有啲時候咧係表面上咧好似係唔合理嘅。當上帝咧係呼召亞伯拉罕犧牲佢個仔嘅時候咧，佢就聽噶啦。但係其實表面上係唔合理噶嘛。當約書亞咧聽到上主咧呼召佢吹號吶喊嘅時候咧，帶領軍隊繞耶利哥城嘅時候咧，因為繞耶利哥城走啊嘛，
嘅時候咧，耶哥城會冧。呢個 make sense 啊？呢個根本就唔 make sense 噶嘛。當上帝吩咐基甸與一支只有300人嘅軍隊去同咧龐大嘅軍隊作戰嘅時候咧，佢就聽從神嘅吩咐。但係300人軍隊點可以贏到個戰士咧？嗱，呢個亦都係唔 make sense。因為神嘅子民咧係讓聖靈咧係對佢哋說話嘅。因為神嘅子民咧係讓聖靈咧去向佢哋說話，即係我哋應該要讓聖靈向我哋說話。當我哋咧係閱讀並且默想佢嘅話語嘅時候咧，我哋嘅心咧就會咧係燃燒噶啦。我哋咧就可以咧係指望着咧聖靈咧係會指引我哋嘅。神咧係唔能夠帶領一個咧唔聽從佢說話嘅人，同埋咧係唔親近佢嘅神，即係唔親近佢嘅人咧去指引佢嘅道路，係唔會嘅。所以我哋咧係要聽神嘅說話，同埋親近神。如果咧你淨係咧為咗一個特定嘅問題而咧係苦苦掙扎嘅時候咧，與其咧期望咧能夠得到奇蹟般嘅答案咧，不如你花啲時間咧去親近神就更加理想。佢話然而咧，你嘅性格啦，或許咧係還有咧你個觀點咧，其實咧係會改變。就係咧，當你親近神嘅時候咧，你嘅性格啦，同埋咧你嘅觀點咧，會因為咁而改變。然而咧，神咧係會塑造你嘅願望，神係會 shape 我哋嘅 desire。所以親近神嘅時候咧，讓神咧去改變你，亦都咧係模造究竟我哋願望啲乜咧？究竟渴望啲乜嘢咧？然後咧，你就會有基督嘅心。當你以基督嘅心為心嘅時候咧，你當然就會知道神嘅旨意啦。所以佢話我哋要問問自己，我哋要問問自己，你生活嘅動機咧，是否咧係為咗咧係榮耀神咧？呢個就關鍵啦。通常嚟講咧，我哋與處境嘅鬥爭咧，並不是咧係出於咧係對神嘅愛。而係咧出於我哋嗰個自私啦，同埋咧其實只不過咧係出於我哋嗰份嘅驕傲而已。好啦，啱啱講完咧就係Vision College 嘅 professor， 咁亦都係我嘅 professor Bruce Waltke 咧喺呢本書叫 Finding the Will of God: A Pagan Notion， 我就嘗試將佢英文嗰個版本咧係意譯咗出嚟，咁俾大家知道。好啦，我好快再 review 多次。6個 criteria 去6個嘅條件，點樣明白神嘅旨意？最上嘅係最重要，只要前面嗰個符合到，揾到神嘅旨意咧，後邊嗰啲就唔需要處理啦。而一個比一個咧係弱嘅，咁所以最理想就喺前邊。第一 ，read your Bible， 好好讀你本聖經，你就會明白神嘅旨意。Bruce Waltke 一種諗法，其實大部分我去問神嘅旨意咧，聖經已經already 話俾我哋聽，佢相信大部分都已經話咗俾我哋聽，所以睇聖經就好重要。但係當然啦，佢講到啦，睇聖經咧都要你解經解得啱至得。如果你解錯經文咧，睇聖經都冇用啦，因為你解錯咗經文啊嘛。咁第二咧，佢話咧 develop a heart for God， 培養一個體貼神嘅心意。Bruce Waltke 佢都講啦，佢就話如果呢個心係體貼神，其實你好易知道神嘅旨意。好多時我哋所謂唔能夠知道神嘅旨意，就係話咧，因為我哋心從來都冇體貼過神，所以我永遠都唔會知道神嘅旨意。我覺得咁多 point 裏邊咧，我覺得呢個係最有 insight 嘅。你個心體貼神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神嘅旨意噶啦。所以問下我哋究竟同神咧有幾親近咧？究竟我哋同神有幾親近咧？咁啊，其實咧，如果你睇伊立著嘅神操裏邊咧，其實佢都將呢一個嘅條件咧擺到去最高嘅。即係一個人能夠體貼神嘅旨意。伊立著咧，即係 Ignatius Loyola 咧喺神操裏邊就講，其實我哋對神嘅委身有幾多？其實佢係強調呢個我哋對神嘅委身。呢度咧其實同 Bruce Waltke 所講嘅都係差唔多啫。當我哋嘅心體貼神嘅時候咧，我哋就好自然地咧會知道神嘅旨意。好啦，如果咁都未知嘅時候咧，咁就第三個條件啦，就係 wise counsel。屬靈嘅人嘅意見係非常之值得我哋聆聽屬靈人嘅意見。個條件就係呢啲嘅人咧，本身同神係親近，你唔可以求其揾個人問。
人多亦都唔代表意見啱，所以屬靈嘅人能夠咧係即係知道神嘅心意，所以揾屬靈嘅人尋求旨意。咁呢度咧其實都會。好似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屬靈導人啦。好多時屬靈導人就係幫助我哋咧，係俾一啲 wise counsel 俾我哋啦，讓我哋咧引導我哋靠近神啦，亦都幫我哋一齊咧去明辨神嘅心意。咁所以呢一度咧，從傳統所講嘅屬靈導人咧，係非常之相似啊！亦都甚至可以睇話啲 wise counsel 咧係好接近屬靈導人，但係又唔係 exactly 係，但係就好接近啦。我只可以話。好啦，第四啦，就話如果即係呢啲嘅屬人咧，都唔嘅説話咧，都唔能夠好似有一個好即係具體嘅即係旨意，我哋見到嘅時候咧，好再退而求其次啦。第四個咧就係咧尋求神嗰個嘅旨意啦，即係話咧神一啲嘅神自己嘅安排，神自己嘅安排，呢啲神嘅安排咧係唔到我哋決定。總之神就係有咁嘅安排，咁啊讓神咧你自己安排啦咁樣，即係唔到你決定嘅有時候。咁啊，神讓你嘅旨意嚟決定啦嚇。第五咧就係話，究竟呢樣嘢 make 唔 make sense 咧？咁即係有時我哋咧就會即係通常有兩個極端啦，一就係咧我成日都用下 make sense 定係唔 make sense 嚟判斷神嘅旨意。但係你留意呢度排到尾二，make 唔 make sense 係最後尾二嗰個嘅 criteria。咁但係當然都可以倒翻轉講啦。有時我覺得make 人嘅 sense make 唔到神嘅 sense，又唔一定完全係嚇。咁但係咧，大家記住咧，佢呢度講到即係。Does this make sense 咧？佢亦都有好多嘅 criteria，其中一個最重要就係話咧，我哋嘅合唔合理咧，唔可以高出於聖經嘅合理，或者神原本俾我哋嘅旨意合理。即係佢不斷重複嘅例子，一般所其就講到亞伯拉罕獻以撒，呢個係非常之唔合理啊！但係咧，佢要諗咧就係、其實神應許咗佢將會有一個國。佢有後代，跟住會有一個國嘅建立。殺咗以撒，佢就冇另一個仔噶啦。咁點 make sense 咧？所以佢就放棄咗明 make sense，佢寧願聽從神嘅旨意，獻咗以撒先講啦。因為神咧係信實嘅咁，所以make sense 咧係可以 criteria，但係唔可以高於神自己原本嘅應許，或者話咧神嘅說話。咁最後尾啦，就係 divine intervention 啦。好多時我哋成日都希望神嘅旨意，神咧就直接用神蹟嘅方式話俾我哋聽。Bruce Walker 一種諗法，佢話其實聖經裏邊咧，即係新約啦嚇，從來都神冇因為我哋要知道佢嘅旨意咧，而俾個旨意俾我哋嘅，而係我哋咧去親近神嘅時候咧，我哋去遵行神嘅旨意。新約裏邊只係講緊我哋去遵行神嘅旨意，而唔係我哋要去揾神嘅旨意。因為神嘅旨意即係根據 Bruce Walker 其實已經好明顯，我哋嘅係要遵行神嘅旨意。呢個神旨係清晰嘅，佢相信。而 divine intervention 咧喺啲好例外嘅例子底下咧，先至會出現嘅，就唔係因為下下要神咧係一個好超然嘅方式話俾佢聽佢嘅旨意。Bruce Walker 就話呢個諗法係唔應該嘅，係唔正確嘅。你話唔係，即係喺聖經裏邊的確咧係即係保羅啦，即係耶穌呼召佢啦，彼得有啲活物降落嚟啦。呢度咪即係全部都係 divine 嘅 intervention 咧。Bruce Walker 解釋就係話呢啲所謂 divine intervention 係一個特別嘅原因，因為要改變佢原有嘅諗法，亦都係因為舊約跟住咧新約嘅到嚟，於是咧就要改變一啲嘅諗法，或者改變之前一啲嘅即係做法，先至咧需要 divine intervention。咁頭先咧其實都講過有幾個原因啦，或者救命嘅時候咧就會可能會有機會。好啦，今日講完咧就係6個嘅即係criteria 去決定咧神嘅旨意。呢個咧就本所謂呢個立場亦都係代表着咧咁更正教即係福音派嘅立場啦咁樣。咁我係彭紹仁博士。咁當年咧我就 Vision College 嗰度讀書嘅，咁我咧就喺當中學咗好多嘅即係靈修傳統啦。咁而咧依家咧我喺呢一個嘅逢星期4同6咧，香港嘅時間咧夜晚8點咧都會有直播教學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都可以參加。咁你可以見到呢度嘅。你可以用去我網址啦，或者可以用電話聯絡我啦，都可以。咁我會俾佢聽最新嘅課程咧，大概會係咁啦，但係可能有就更改變都唔一定嘅。咁呢個22年至26年嘅 schedule 啦。如果大家聽完之後咧，其實我基本上喺呢度
YouTube upload 嘅課程咧，講過咧，由今個禮拜開始咧，應該每個星期我都會 upload 一條片嘅，都係我啲教學裏邊嗰啲嘅內容嚟嘅。咁啊即係直至現在啦，咁大概我有接近40個課程我講過嘅，咁有啲係講座啦，咁講到通常可能係3堂啦，有啲係課程啦，課程咧就一定係10堂噶啦。咁大家見到咧，一方面咧有啲直接與屬靈導引相關嘅，因為我自己咧個領袖咧就係推廣基督教嘅靈修學，特別係靈修傳統同埋咧屬靈導引。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即係第一行 column 咧就講到屬靈導引嘅課程。咁已經係即係有12個課程啦。咁直接同屬靈導引咧係有關係嘅。咁另外有啲咧係同spirituality 咧比較 general 嗰啲嘅科目。咁你見到有16個科目啦，我已經錄製咗噶啦。咁或者一啲講座啦。咁有啲跨學科嘅科目嚟嘅，譬如講下啲輔導啊，或者輔導與即係一個嘅屬靈導引之間嘅關係啊。或者比較現代一啲嘅諗法啦，譬如後現代，咁就有8科嘅科目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亦都可以咧係訂閱啦。咁大家見到YouTube 下低嗰度咧，就已經有一個條 link，咁大家咧可以從條 link 裏邊咧係會見到有咩個科目。咁只要你 WhatsApp 俾我咧，咁我就可以用 Dropbox 咧就 send 俾你咧呢啲嘅科目，咁你就可以直接即刻可以聽到睇到。咁有錄影。錄音同埋咧係詳盡嘅，即係PowerPoint 嘅詳盡嘅 notes 嘅，咁長嘅，通常係即係監督我講嘅每一個字咧都已經有，通常接近10個 page 啦，有啲係多過10個 page 嘅 notes 嘅，係詳盡嘅筆記嘅。咁你見到 YouTube 下邊嗰度咧，你 click 落去咧，你就會見到咧有條 link，咁你可以即係登入到所呢度話可提供購買嘅科目㗎啦。咁亦都有即係裏面其實都好詳盡嘅。咁你見到呢度有其實49頁，即係每一個科目嘅內容啦，咁都會有嘅嚇。每個科目嘅內容啦都會有嘅。咁你會見到就呢全部都係曾經講過嘅課程啦，或者係講座嚟嘅。咁好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隨時聯絡我嘅。咁呢度咧網裏邊咧，你都會見到咧，已經係有我嘅即係聯絡電話啦，亦都咧係有email 啦咁樣嚇，歡迎大家聯絡我嘅。我係彭紹洋博士，今日所講咧就係如何明白神嘅旨意呢個係1嚟嘅，呢個係更正教版。咁應該下個星期咧，我就會 upload 翻咧 upload 呢一個嘅依立着式嘅進路，即係神操明白神旨意嘅進路。呢個往往都係以前大公教會嘅立場嚇，咁亦都代表咗大公教立場。呢個喺歷史裏邊係最出名㗎啦。神操講點樣明白神旨意咧？呢個 model 係冇一個嘅 model 咧係能夠匹敵於佢呢一個即係咁仔細嘅，亦都好全面咧，即係去明白神嘅旨意嘅途徑嘅。咁就會係等下一條片啦。咁嗰個叫如何明白神嘅旨意2呢個依立着嘅進路。好，多謝大家嘅收聽或者收睇，我係彭紹洋博士，我哋嚟到呢度啦，我哋遲啲再見，拜拜。如果大家覺得係好嘅，咁你可以 subscribe 啦，如果可以 like 啦，可以 share 啦，同埋咧撳埋個鐘仔，咁咧就每個星期都有新片嘅時候就會自動話俾你聽噶啦。好，再一次多謝大家嘅觀賞。好，我哋下次再見，我係彭紹洋博士，再見，拜拜。